1、2、3、4。每个人来了就可以拿到喜饼哦！哇，不分你我，全部都有份啊！喜饼了，还有魔彩呢！哇！啊，有，师傅，圣诞节的啊？喂，领喜饼哦！村长到队了没有啊？领喜饼了，喜饼一卡车嘞啊！喜饼一卡车呢，哇，那个，哇，村长到有没有份啊？啊。
姐夫呢？不要来。姐夫呢？他在哪里？哦，金哥，哇！好，好，好，好。好，长官好。哦，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基隆来的。哦，好，好，好。过来了。哎，这个环保局局长啊，环保局局长，这个呀，这条肉公买也好。哦，陈长老，好了哟，哇，长老来了。同学会，这个哪里的双胞胎？啊，哪里来的双胞胎了？不要那么近，有邱妹妹，邱妹妹，邱妹妹。如有需要化妆师的，邱妹妹，邱妹妹。tapang hilang tapang nunya tadi. Oi. 右手边，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化妆室。如果有动就坐了哦。之后的来宾也是，请进出就坐。Thank you.
将福松及雅玲入场，掌声加尖叫，掌声不要停，掌声不准停。看看我们的新郎英俊又大方，看看我们的新娘苗条又美丽，不能笑，我是讲认真的，你们跟我笑。好，他们呢携手走到红毯当中，各位来宾要拍到情感快，情感快，这是难得珍贵的画面哦。掌声又不见了。让我们请我们的新人就坐。接着我们在用餐之前呢，我们要来感谢我们天上的真神。我们请南坎教会的注目传道吴光孝传道带领我们做饭前的感谢祷告。各位嘉宾，大家平安。现在我们用愉快的心情呢，在这个地方一起相聚，来祝福这一对新人。现在我们就一起闭幕默祷由传道带领入信祷告，准备这个餐宴，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与带领，让福生跟雅玲在他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来完成他们建立家庭。我们恳求您带领帮助，也在你的恩典当中来赐福，使他们在家庭生活、婚姻生活都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来成全，并且也从你那边得到你的赏赐与恩典。今天在这个宴席当中，这么多的亲朋好友在这边聚集，也为他们这一对新人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来施恩与带领，我们愿将这一切的荣耀与尊贵归你的圣名，也愿你的福气临到我们众人。这样向你祈祷，哈利路亚，阿门。愿主也感谢传道。现在我们要请现任的，我们先请我们的双方主婚人及新人到台上。接着我们请现任立法委员廖活动委员，也是现在的国民党秘书长廖活动委员介绍新人。各位嘉宾、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个人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这对新人这个介绍跟扶正，也同时介绍这两家。按照圣经的教法呢，结婚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变成一个人噻，然后两家呢也要变成一个家啊。我们看看这对新人还有双方的主婚人在这里不单是非常充满喜悦，更重要的是对未来有更多的期待。看到过回来在咱们民党，我发现我发现我发给我发现是我不弄。OK，
庆丰比较接近哈，因为武成荣爸爸，蔡良美妈妈，算是我的亲戚。那么我过去在成功服务的时候，他们经常到我的诊所来教导我怎么样来做服务的工作。所以庆丰呢，从回乡的时候也曾经在地方短暂的服务，但是后来还是到了我们西部工作。这个我们过去跟他们修备，跟他们商业的弄案。那我就从我的左手边的开始哈，蔡清风，我想没有人不知道，是我们南坎教会的负责人跟简秀娇小姐，看起来还是小姐哈，平常爱国为了巧克力摘叶牛毛够，但是呢，今天的新娘子。刚刚已经稍稍介绍了哈，待会儿呢我才介绍他们哈。那么庆丰目前在我们桃园地区他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男女主角我们就给庆丰跟秀娇掌声恭喜好不好？一岁滚来了，你在庆丰，我真的干嘛来这各位看别人看电视干嘛来就来了哈。他们的家就在成功镇和平里嘉平部落嘉平，我们给他来了这个号。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熟悉，我会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林金生爸爸跟我没有讲林金生，一定是军中配我的跟那个黄金妹妈妈生了一个非常俊美的一个林福松帅哥，就是在这提供的一个帅哥哈。今天碰到佳节娶了我们庆丰跟秀娇的美女雅玲，他们不必鞠躬，但是我们给他掌声好不好？你用抓的，我们福松抓的，是一个优秀的电子工程师电子的工程师。我刚刚简单的看了一下他的经历呢，在一家公司专门做电子，尤其是电梯或者是非常高难度的一种工程在公司里面担任重要的职务，担任工程师的职务。在原住民的领域里面我所知道的这方面的专业不多非常难得，非常难得。那么我们的娇美女呢，雅玲呢是在闽盛医院闽盛集团的长安医院担任护理师，这也是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闽城医院担任护理师，一个是清秀佳人，一个是俊美的才子，成为一家真的是一个神的一个祝福，要大大的临到这个两个家庭里面。圣经上的教导对于结婚这两个字就说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变成一家人，这是非常难的一个工程但是在人也许不行，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只要依靠只要托付，我相信过了几年、5年、10年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就像一个人一样。祝福我们的祝福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弟兄，或许待会儿还可以来祝福他们。我就简短的做这样的一个介绍同时加上祝福在这里。那么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在台上呢一起深深的一鞠躬，我们还是需要你们的掌声鼓励呢。好，鞠躬。
2个的饮料杯。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祝福这一对新人。好，请各位嘉宾一起举起与桌前的这个杯子，我们将满满的祝福将在我们雅婷加在福寿的身上，一起干杯！向大家问候，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委员。好，请双方主婚人及新郎新娘回座。我第一年好紧张，那不用开场吗？有吃饭了，要把那个菜给它打到脸上去。非常感谢一些也是，对，谢谢那个我的爸爸妈妈、
从半年前就跟我定这个时间了，知道你要结婚了，然后，当然真的很开心可以看到你们在这里，然后有那么多长辈给你祝福。我没有什么才艺，也就是唱歌啊。我的工作就是唱歌而已啊。那希望大家今天也都记得这个日子，然后你都平平安安的、幸福。然后下一首歌就大家也是阿米斯，虽然阿米斯是搞笑哦，但是还是要练习。好，唱这首歌我还要谢谢你。掌声！到中场。这个歌很安静哦，可以吃饭。又开始嘴巴张开，一直看着他们，然后跟着唱这样。好，谢谢他们，谢谢可爱的两位小朋友，掌声。
你的老公有没有缺点？他说像星星一样多。他又说你有没有有没有优点？他说有，像一个太阳而已。那这个记者就问了，既然那么多的缺点，你为什么可以相信到这么长久的日子？他说，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星星都不见了。是不是？你看多么好的一个故事！再者，婚姻的道路上一定有很多的挫折，原始的主脑哪能激起美丽的浪花？一颗茶叶蛋没有裂痕，它怎么能入味？各位说是不是啊？所以我也祝福这一对今天的这个新人，能够这个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接下来，因为我也本来有准备卡拉带，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可以播放，所以我用清唱哈。首先我唱一首，这个从3月一直唱到明年2月啊，不会太长的那些东西。好，我就开始了哈。我感谢大家都不吃了，是不是把那个手从口袋从老婆的手上拿出来拍拍手好不好？谢谢。刚才有尖叫，这边现在没有尖叫哦。Yes， OK 好的，我就开始唱了啊，我们注意看。3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白茫茫的花朵，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4月是清明节。5月是母亲节，6月是端午节，还有7情人节。8月8是父亲节，9月9号重阳节，10月10号双十节。11月是国父的诞辰，国父诞辰纪念日。12月是圣诞节，1月是元旦节，2月要过春节，我和你姐姐。掌声鼓励，谢谢。来继续。我刚才讲过，我很喜欢阿美族，也很喜欢他们的生活形态，尤其是有河、有水，还有海洋，都会怎么样？跟他们有关，跟阿美族有关系，但是会抓鱼。我个人认为，阿美族因为跟鱼有生态上的相处的一个关系，所以很会打鱼。其实不是，因为你们的鱼浮在海顶上面，说叫浮定，一抓就抓得起来。我们布农族不会抓鱼，也没有鱼的名称，鱼只有大跟小，所以。我们学习阿美族打鱼了以后，后面长金牌还抓不到鱼，所以只要抓到一只鱼，他就会讲一时干。我们的鱼不能取的鱼叫一时干，后面那个干很大声。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台湾泰雅族也不会抓鱼，在山上只会用那个这个把那个石头堆起来，下面没有水了没有水以后，那个鱼才会出来，才会跳来跳去，抓了以后它就火大了。它用米，用很多的这个酒给它泡在一起，他就讲了，它这个鱼叫什么？他妈的面啊，打麻面，所以你问泰雅族那个鱼叫什么？打麻面，台湾族也是在山上，他会打那个树藤，然后流出来那个汁，那个鱼它会飘在上面。人家就跟他讲，我要告你哦。他说几告我？他的鱼叫鸡告我，没有关系。那个太鲁阁，他也是不太会抓鱼，他一抓到以后就用瓦斯来怎么样去烤，他不是用木炭烤，用瓦斯，所以他的鱼叫嘎斯鲁，就瓦斯的嘎斯鲁，你看我们整个我们原住民的一些生态的文化真的是不简单，非常的好。
那我们布农族也是不简单，虽然很会打猎，真的300公尺，嘣一声可以打一只蚂蚁。那个蚂蚁还是打到蚂蚁右边的眼睛，然后蛋壳拿回来以后啊，留在蛋壳上有一个蚂蚁的妊娠纹，表示那个蚂蚁是你的，所以布农族也是很厉害，而且我们看到阿美族都是身材很高，但是他有个缺点，只要到山上经常跌倒，因为膝盖跟那个脚太长。好了，最后我再唱一首自编的歌，然后就换人了。好，我唱一首也是这个用阿美族的歌啊，不要以为说布农族就不会唱阿美族哈。好的，是来是来，萨古鲁塞，古鲁塞伊苏阿嘎嘎，有那一国罗卡努里苏达古瓦南，他有他。那个你是啊是来是来，萨古鲁塞，古鲁塞的树啊嘎嘎，有那一个人很努力树的古啊南，还有他那个你是嘎嘎。哦，爱人。